嗱，今日又係同大家咧搭住地鐵睇新盤啦。今日睇呢個盤咧係最多港人朋友買嘅一個樓盤嚟嘅。如果大家坐地鐵過嚟啦，喺口岸坐過嚟啦，全程50分鐘啊，坐到嚟呢個南約地鐵站呢個位置啦，步行出去200米就係呢個樓盤嚟噶啦。嗱，133萬啊，你可以買到一個啦3房大緊廚嘅一個單位，又破咗今期一個咧最新嘅一個底價，嗱聲去片。嗱，而家上到嚟咧，今期特價單位裏邊咧最正嗰個戶型啦，咁啊76個平方3房咧，同埋咧有個咁大嘅緊廚俾到你啦，仲可以明火煮食嘅。咁上下2層都有洗手間，我哋呢邊咧已經有一個啦，跟住呢個第一個緊房非常之大啊，咁啊中空嘅效果去到4.5米嘅層高啊，呢個位置就好舒服啦，咁啊成個別墅咁嘅感覺。嗱，上埋嚟啦，我哋睇埋2樓嗰個佈局嚇，咁呢個位置你可以度下點樣做嚇，跟住咧2個緊房，呢度咧係第2間，亦都係好大嘅，呢度仲有一個洗手間。咁啊，最後呢個房間啦，咁亦都係大㗎啦，間房都擺到雙人床，擺到衣櫃，全屋精裝交付，送埋冷氣機，總價133萬。有興趣嘅朋友點個頭像發資料俾你。